土地公的信仰是客家人很普遍，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信仰。那客家人称土地公叫伯公。虽然台南市客家人口分散，但呢，我们跟大埔福德祠合作。那一方面呢，也是把客家文化这个很重要的部分给找回来；另外一方面，也是借由伯公生这个日期跟在地多数的闽南族群一起来合作共同来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因为有点渊源，有可能我们先人也是那个客家人的那个融合嘛，也有可能是先人也一起在这里经营这个我们大埔在那个客家语里面也是有这个大埔这个字的，也有啊。所以这次跟那个客委会这次的交流非常的圆满成功，也非常高兴希望下次也有机会大家在一起配合来办这个活动，很有意义。今天我们是帮贝公出售嘛，所以呢，我们特别打这个新钉板，然后大家自己制作之后呢，然后我们在祭典之后，我们就会把这个来分送给我们的乡亲，给他们带来一天的好福，就是一年的好福气。重要的那个节日呢，我们都会盘花，这个花呢，花材通常都是来自我们自己家庭的庭院里面摘的，摘来之后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用盘插成这样圆圆一盆这样子。然后呢，象征它是非常的圆满，然后福气。我们也邀请剧团在接下来3月的这个礼拜六、礼拜天有4场是我们的巡演的活动。那这个巡演儿童剧的巡演呢，也就是跟伯公有关系的这个戏码。那透过儿童剧，也让大家来认识客家的信仰。掌握时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因为土地公虽然是所有的台湾人跟所有的华人的共同信仰，但在客家里面土地公叫做贝公所以说让很多大埔这个六合境福德祠，大埔也是这个客语的大埔街所以说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今年特别别开生面征得庙方的合作，能够一起来用客家的方式来祭拜土地公。那我相信，借着文化的传扬跟交流，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福德正神这个土地公将的这个渊源那在这个共同的民间信仰里面，能够让土地公的这个传统民俗文化让更多人了解，不仅在于宗教，而且在于文化的传承这点是我们这次祭典的主要的目的。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3月14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日前有议员反映，台南的蚵仔有苦味，烦恼是海水的水质出问题。台南市政府农业局赶紧委托成功大厦进行海水检验，现主时报告出炉，水质无问题。所以市长黄伟哲甲议员参选人林依婷特别前往安平区的低价蚵仔煎，品尝各种蚵仔料理，大力来推荐台南好食的蚵仔。蚵仔酥、蚵仔面线、蚵底，桌顶这全部的料理，拢是采用台南市南区安平区出产的蚵仔所料理，而且用餐的贵宾内底，阁会当看到市长黄伟哲嘛伫遮，看伊大喙食蚵仔模样，嘛会当感觉到这蚵仔的鲜甜美味，真正绝推荐。台南的蚵仔其实真的太好吃，没有什么苦味，只有鲜甜味，而且它又是很健康，蚵仔是本来就是很健康的食品，而且最重要的是它都有经过检验，都是符合健康安全的一些标准，所以呢，欢迎大家来，而且一定要来看台南，到台南赏美景、逛老街、吃蚵仔。这次会来到安平区店家蚵仔煎来推荐蚵仔料理，也是因为日前有人向议员反映，台南的蚵仔有苦味，农业局随即去采检，现在检验结果出炉，大众会当安心使用。
这一次有送了4个单位哈，那检验出来包括水质还有它的藻类哦，那都没有问题哦。那请民众哦，台南的蚵仔绝对是安全的哦。希望大家从3月以后，尤其是下个月，就是我们台南蚵仔最好吃的时期。因为台南的蚵仔正着时，南区安平区议员参选人林依婷也特别甲养科业者共同来做推荐。今天跟我们代表安平的班长，然后还有我们昆山的班长，我们是要一起来推广我们台南的蚵仔啊，主要也是要说我们现在的蚵仔就是安全食用上都是没有疑虑的，那大家都可以非常放心的来吃。那现在台南呢正是蚵仔非常盛产的时候，最鲜甜最美味。那刚刚也看到我们蚵仔有非常多的料理，黄惠哲市长都推荐的，你一定也要来尝试看看。安平的水域，包括渔光岛界水域哈，包括昆县水域哈，以及每天的。1天24小时，它有2次的涨翠潮，而且那个在外海的话，它的水流量很大，所以它的水质如果是好的话，蚵就是没有问题。所以它的水流量这么大的话，所以你要吃最新鲜的蚵仔，就是一定到安平才有得吃。蚵仔是大众都拢做好食，无论什么料理，最主要有蚵仔就是好食。现在是这段时间，就是阮台南市的蚵仔上回味的时阵。凊彩摕任何一粒，内底蚵仔拢是肥肥胖胖。看起来就互人足想要品尝看卖，尤其现在台南的蚵仔正着时，爱食美食的朋友一定要来试看卖。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中华道教丹心慈善会为了弘扬道教文化，推动社会慈善，13号首次联合全国媒体富立电视台，成立台南分会。同港除了举行结拜仪式，现场也捐赠物资，予该里69户的低收入户家庭民生物资，以及每户2000块的红包。台南市富立卫星电视台董事长李安忠与长期甲中华道教丹心慈善会合作，一方面宣讲道教的文化，另外嘛帮助弱势，为了扩大媒体社会责任，加关怀弱势的层面。13号上午，特别台中电视台办公室来设立丹心慈善会台南分会。咱这个分会吼，这个爱心会是咱这个李道长吼，伊这个爱心感动咱啦，吼，伊的这理念，吼，所以讲呢，咱这个电视媒体应该善尽媒体责任去照顾边缘人，抛砖引玉啦，抛砖引玉，互社会呢加一份的爱，互咱这低收入的边缘人会当讲，过着咱的更较好的生活。非常荣幸哈，因为咱这个道教嘛是强调我们要慈善，要推广善良风俗哈。那因为咱当属长，咱这个富立电视台呢，边方需要的讲咧关怀弱势，那关怀一些学生，所以他们已经在常常做这种慈善的事业。那么今天呢，我们刚好有这个因缘呐，那我们富立董事长呢，当仁不让。他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很好的场所，让我们因为这是全国的频道，我们想把我们的理念、爱心传播出去，所以非常感谢董事长给我们这个机会。那我们今天呢，就选择在我们富立店成立台南联络处。现场出席的贵宾包括议长郭信良、立委陈廷辉、加议员陈宜彬，另外还有北区的区长李煌新、加新公里的里长。对着电视台设立慈善会，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嘛表示肯定。希望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感觉到社会有温暖，处处有爱心，让大家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多多为关怀这个社会，让一些社会边缘人或这低收入人家呢感觉到社会有益，他这个有所成就或有所改变，他也会回归到这个循环不息。这叫温和而且乐利的社会。丹心慈善会台南分会在今天除了我们有揭牌的仪式以外，揭匾的仪式以外，上重要是咱对着咱成功里，我们所有好处边啦而且真正可以关心到每一位好朋友的一个角度，那来做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举办，然后非常的感谢。现场除了举行结拜仪式，慈善会嘛配合春季的送爱活动，总共捐赠69份的民生物资，给当地低收家庭，以及每户2000块的红包，希望小处抛砖引玉，未来将持续扩大办理。台南新闻认真采访报道。
桂林区高铁特区快速发展当中，不但侪商店进驻，深井outlet嘛选伫遮开幕。桂林区长魏文贵为了互当地增加特色，特别甲沙仑里办公处合作，伫社区内规划大型的彩绘，成为当地新景点。随着地方政府积极咧推动桂林高铁特区，前一阵仔嘛因为山景outlet开幕，吸引着各所在大量的民众前来朝圣，伊嘛会当借此带动当地观光。桂林区长魏文贵嘛，带着大家做伙来到沙仑里的书房景点，跟着区长的脚步，做伙来看卖当地彩绘艺术。我们现在大家看到背后这个墙面彩绘，可以说是目前全台是最高最大的彩绘哈。那坐落的地点在沙仑里，大家耳熟能详的沙仑台铁站。还有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是一个现在正在起飞发展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区域。那同时呢，我们特别在沙仑里这里呢，它是一个人口不到1000人的一个非常淳朴的一个农村哈。那为了营造我们的一个淳朴农村的亮点，能够跟我们绿能科学城来相互辉映。所以我们特别在里长用心的一个脑力激荡下，那再经由公所来媒合我们艺术家，也是陈艺术家哈，就是说我们台南的艺术家来进行彩绘啦哈。彩绘艺术的地点就伫咧沙仑里内的平安宫边啊。这摆彩绘艺术是透过甲专业的艺术家合作，用短短时间就画出非常生动活泼的作品。其中可以当看到查某囡仔对节目嘛代表着桂林地区发展的特别意义。垫脚尖最后一个积木完成，象征着我们绿能科学城的建设一一到位。那除了这样以外，左边的小女孩望向我们木棉花哈，咱高铁有黄绿红这个活动啦哈。那特别是红的部分代表木棉花有一整排将近超过500棵的木棉花，也是高铁一个特色。那从小女孩从低处望向天空，除了木棉花，也有所谓的一个彩虹，象征着我们可以看见台南的未来。最近因为outlet的开幕，进一步让当地增加真侪人潮。伫遮透过桂林区长的介绍，如果有来桂林区的民众，欢迎来到彩绘壁头前做伙来打卡翕相。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安平土生土长的艺术家丁阿美，因为想要把家乡的美好介绍予更较侪人知影，所以将艺术甲家卑做结合，伫高宝街开了一间家卑创意工作室。互民众伫啉咖啡的同时，也会当牙笔画图，享受信心放松的美好时刻。走进古堡街64巷，马上就能看到一间民宅改建的咖啡文创工作室。虽然是在小巷弄内，不过庭园里面的装潢却是十分的温馨，而且不时还能看到有人在画图。原来是因为店主丁小姐本身就是艺术家。为了把家乡的美推广给更多人认识，所以特别把自己最爱的2项兴趣结合，在5年前开了这间阿纪咖啡创意工作室。因为安平它是一个历史文化非常有故事的一个地方，那所以我对这块土地也特别的热爱。那所以选在这边开店的话，也就是为了也说希望能够为在地能够再做出一些新文创，然后就是因为结合我的专长，我的画画跟我的咖啡，然后能够做一些结合，然后能够再给安平的一些注入一些新的文创的东西。对，那我希望能够更吸引更多的人能够来到安平。自由奔放的艺术家性格，做生意也是很随性。咖啡店的绘画课并不是固定时间开课，而是你有空，我有空。那就约上课吧。我就是比较随性，那我也喜欢说不要太硬性说像外面这样子。那我大部分接的学生都是社会人士比较多，因为他们的时间上也可以来作画，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在规定一个时间内，
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方法比较好，是因为我以前想学，可是我没办法有固定的时间去学，对，对，那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只要你有空，你如果事先跟我洽，那我觉得说接洽，那我就觉得说，只要你有空，我有空，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上课的一个手工炭焙的咖啡豆，艺术的学画体验，展店5年的时间，只靠着客人口耳相传，也让这间阿纪咖啡创意工作室渐渐在安平打响了名号。喜欢喝咖啡又想学画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随着网络知识发达，甲生活水准提升，民众对医学美容的需求也每一冬增加。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为去年筹备医学美容中心，经过半冬的准备，今年3月正式营运，希望为民众提供安全、专业的医学美容服务。经过半年的筹备甲设置，有100年历史的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上午正式成立医学美容中心，位置就设伫个门诊的2楼皮肤科边啊。虽然占地无大，但拥有专业优质的医疗团队，并且采购上新的医美雷射器材，同时提供肉毒加玻尿酸的微整形的注射服务。我们的占地目前虽然不大，可是对市面上就是一般提供的医学美容服务，包括我们的这个美容护肤的疗程，或者是这个光电雷射的治疗，还有微整类的注射，以及这个术后专业保养品的贩卖，我们都有提供。那我们有个人和私人隐秘的美容床，以及2间这个隐秘的雷射治疗空间，以及个人专属的医师诊疗室以及治疗室，可以来提供我们的微整注射并且我们还有提供来做医学美容的这个客人一个休息的场所以及这个美容师术后卫教咨询的空间。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提供呢，我们来做医学美容的顾客一个独立的柜台，可以用来预约以及批价结账，让它与这个传统医学的客人做一个分流，不会就是会有更高的隐秘性和方便性。台南病院院长杨延光表示，该医院医美中心经过专业员工的票选，号名叫做城南光彩美学中心。设立的同时，并不是盈利为目标，而是整合相关的科别，提供伤病患或者是需要美容的民众一个专人照顾的优质医疗环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议长杯画图摄影比赛经过评审作业，结果出炉。在议会1楼的大厅举行颁奖典礼，画图组分做高中小、幼儿园、甲高中大专社会6组，各组录取前3名甲佳作。摄影竞赛无分组也录取前3名甲7位佳作。台南市议会2021年议长杯画图加摄影比赛，经过台湾文化创意教育发展协会8位评审的作业，对600多件画作加相片当中，总共选出65件得奖作品。12号下午，在议会1楼大厅举行颁奖典礼。这次的比赛和以往有些不同，创作的主题呢放宽，除了年底的系列活动外，还可以用台南市议会的美为主题，所以作品非常的多。我们聘请了8位的评审委员所以用一个下午的评审，总共从527件的画件及82幅的照片里面，共同选出65件的得奖作品，很费心，谢谢评审委员和老师们。我也希望这个颁奖典礼以后，不要急着回家，慢慢的欣赏别人的作品，和我们的作品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人家会得第1名，我的只有得到佳作？为什么人家会得到第2名？和第1名的差别是在哪里？慢慢的欣赏，慢慢的给他解说，这样对整个孩子的成长会有一定的功能以及功效。这件作品画图组分做幼儿园、国中小、高中职加大专社会等6组，
各组取前3名甲4名的佳作，2粒苗作品无分组，取前3名甲7名的佳作。目前得奖的作品将伫个2月1号大厅展示到3月18号，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前往参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客家聚落新埔镇，当地客家妇女会用起亚来染布，而且会当染出数十种无同款的色地。现主时伫台南大运动百货，都有天然起亚的染色作品的展览，欢迎民众伫3月23号进前往参观。3月10号伫台南大湾百的染艺生活与世对话开展。伫今仔日开始到3月23号，伫6楼的活动中心，欢迎市民朋友会当利用时间做伙到现场感受一个台湾起染英日居家中的工艺新风貌。现场嘛透过精彩舞蹈表演来为活动游开视目。我们发现在台南或者是台湾其他的各个县市，多元族群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特色。不管是500年或者是几千年前，从中原一路到中国大陆西南东南沿海，然后再迁徙到台湾，这整个的移民过程，我想都是各个不同的族群大家所经历过的一个共同历史。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展现上面，客家虽然在台南是比较陌生的，但是我们愿意借由我们一些民间好朋友的一个平台的一个协助呢，我们大力的来推广属于客家方面的一些文化特色。透过办理活动，各类的课程来制作出无同的纪念商品，并伫2017年开始登记执行劳动部培力就业计划，让青少年当投入纪念，各自发挥专长，并创立品牌，让纪念增加经济未来性。我当年还是新兵对这个产业完全不熟悉。那当年那个陈副教授，他刚刚退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中卫发展中心呢做一个也是辅导产业的工作，他就执行了一个新埔镇的一个辅导的案子，特展的辅导案子，他就诚如他的名字，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拼命，非常的拼命那他就把我们新埔的产业全盘的了解，各个业者都了解了。这摆展览是免费开放的方式，现场展出真侪纪念的居家生活用品，欢迎民众会当伫3月23号进前做伙来感受一个无同款的染艺生活。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消防局南西分队的办公厅舍是民国80年兴建的，因为空间甲位置等等的因素，影响到救灾救护的效率。在台南市政府甲市议会努力之下，新建厅舍工程顺利发布，上午举行动土典礼。这摆新厅舍新建案伫咧台南市议会的支持之下，伫108年度开始分年编列工程预算4500万。期间因为因建物价提悬，经历过2摆流标，后来甲总工程的预算提升到5000万，伫110年度12月份顺利发包。在山区很多救灾救险的部分，不仅是大家传统认为消防局好像只有火灾，那许多包括山难啊、协巡啊，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救灾抢险，都是消防局的同仁出生入死、流血流汗，他们来达成。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需要一个比较健全的这个办公厅舍。那原先我们已经规划了相关的费用只可惜没有标出去，因为最近在台南市的这个营建工地还不少。后来我们就增加了1层将近500万成为总经费达到5000万元。那希望说这个终于标出去今天要来动土。14号上午，市长会特亲身到现场主持动土的典礼，并肯定消防人员对于消防佮有救护的大家一直以来的努力。同时，佮再次感谢议会的支持，希望未来新的办公厅舍建制完成了，会当予消防人员有更好的环境来提升工作的效率。希望说赶快把这个办公厅舍跟相关的这个措施的房舍能够做好，让我们这个消防局的同仁在出勤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是备勤的时候，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处所，能够让所谓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那这个气除了消防设备、消防车这个面罩，然后消防靴全套的这个消防衣之外，也需要一个好的办公处所给他们。消防局长李明峰表示，对市长就任以来，对消防人员的各方面都非常的重视。这摆为着要让消防人员在咧灾害抢救的时阵会当得到经济保障，新的听写在咧完成了，一定会当替当地整体救灾救护能力大大来提升。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3月1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